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喜丽丽。今边呢，俺来到的苗栗万里鸦片，讲到万里，其实就会讲到咸草、也红成叶的。还有今边呢，俺特别来到的田下路鸦片，头摆呢鸦片就系清繁荣、清公用嘅素材。还有呢，也下按多年来有一个都市计划，考卡到鸦片，大家嘅心情唔天贴。现在大家想为老鸦片发展做路嘅，在考卡到泰路嘅比法嘅计划，大家嘅心情唔天贴。也见都市计划强怕就会影响到也下定外背后嘅亚条任务嘅，现在泰路比法计划就会对头前几条路呢，一切延伸到后背去，还有人看唔到嘅高后嘅亚条路，大家嘅心情唔天贴。现在也见我呢，既然土位为30年研究嘅，南北嘅永远发展，其实大家都唔知都系未知数。故所呢，今比村民大会就筹备公部门，还有一道现场嘅来宾，去向下针对亚议题起走来讨论。开会了！乡亲朋友，大家好！一下呢，暑假已经就会结束嘅，大鹏也机会，加为你自家来安排一个假期，一个了业，来在路嘅为自家来安排一个对话，自家对话嘅时间哦，要来向下散步看下，来体验一下路嘅风情。还有呢，今边呢，向下哦，就来到嘅苗栗国小鸦片，向下来讨论嘅系乜嘅，就系万里南北嘅新田下。首先为你小嘅今边嘅特别来宾，佢哋系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嘅局长。邱鹏兴邱局长，各位乡亲，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局长好，三号来是苗栗县议员刘宝林刘议员。各位乡亲，大家好。沙期规划师钟运聪钟先生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还有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古今艺术嘅首副校内嘅承办陈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现场所有嘅来宾，大家好，乡亲大家好，大家好。睇咱都市哦，一下进来急发展呢，你有发现冇？行到那当中就看到哦，细细角角嘅建筑，灰白色嘅建筑，当中系汹涌汹涌。唔过呢，乡亲朋友，你敢有发现？其实顺方没有青岛讲嘅建筑。先向下来去路嘅体验看下一片嘅路史面，向下来感受一下田下路一片嘅风情。风砖呢，牌楼里面动有风格，上下路嘅鸦片嘅建筑，单单都系巴洛克式建筑。也按多年来公部门投入资源，老鸦片战后过后，一下唔单将做地讲系北台湾清重嘅路嘅，咪系保存到较完整嘅素材。一下来到苗栗嘅万里，鸦片田下路呢头摆鸦片咪系清繁荣。前老年嘅素材，从一片一定出名嘅咸草呢，就系从也，大家头摆出嚟啲案呢，家户户都啲晒咸草毛诶。老板，像以前这边的光景非常好哦，大家都是这样子。是早期的话，大概有像我们这个收购商的话，大概有20-30家。像这样现在的这样的场景，是因为说，蔺草帽它是要靠曝晒这样去维护它的产品。头摆直切嘅，立嘅光景当好嘅下，田下路一定老热，一定繁荣。早期的话就是外销日本会比较多，然后仅次于就是米糖，那再过来就是帽子的出口，一年有大概有1600万顶的帽子出口。我看到路头摆，就会看湖拍相片呢，2片路顺嘅人家，未看得到也杂石台。这个还有药的香味，没有有哎。看到路头摆嘅玉灰嘅图像，就像行進40多年前用嘅，落去當沉落嘅人家都好，咪像行業嘅 Q 時台。不過一下鴉片實變作為現代藝術加比個呢。我们家已经不可能再做汉药了，所以后来就决定是变咖啡馆的想法是说，它的年龄层可以拉得很大，然后这些柜子就可以被很多人看见。然后它好像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开始。一按多年來開始融入咗落去，路空間需要加當有發力。2年前，阿珍老親戚嘅老婆飄下來，打錯咗離館，分享按到嘅背包客。台湾环岛这件事是还蛮流行的，连香港人、马来西亚都很喜欢来台湾环岛。然后基本上一开始应该都会选海线，然后海线我这边院里又是应该是算必经之地。其实如果你绕进来市区的话，可以来体验这边的一些
人情风俗这样子。对，既然发展老街，就是要带来生机嘛。因为你没有生机，就没有未来。保持现状是大家不希望的啦，因为你保持现状就是落伍了啊。按多年来天下路都係安尼，冇乜嘅進步，有機會尋到新嘅天下無呢？大家呢，近年来你有没有发现，全台湾好像都在封老街？我们来看到哦，台湾从北到南，其实真的好多老街哦。你逛过哪一些呢？像是从北边开始哦，就有淡水老街、迪化街、剥皮寮这边，好多的老街，当然包含客家種哦。頭中沒有鴉片，沒有青島、青站都有嘅老街，從桃園、台海就有大溪老街，另外呢，苗栗妹有南種老街，也當然呢，下北、下南還有近來近島。教授，我们在看到的这么多老街当中哦，其实天下路老街这边它还不到一个古迹的这个程度哈，不到它的这个的状况。可是天下路老街应该也有它的价值所在。當然，你下因為佢係無文化資產嘅一個成分啦嚇，冇個成分嚟講嚇，唔係重點，重點係你地方嘅人對呢條街路嚇嘅想法嚇，韓國過去都經歷下嘅歷史嚇，像你係差唔多200年嘅老街路嚇，你再看到佢特景點啊。個頭擺都就非常長嘅歷史啦，像因為講嚇，佢係非常就按照價錢咧。看到我們苗栗萬里鴉片有新講嘅房里老街、天下路老街哦，從亞一部分呢苗栗觀光發展都佔蠻好啊，沒有搶高局長哦。局長，我們最近呢近年來其實發展老街，就像我們剛剛說到，全台大家都在封老街。其實像苑裡這邊它的老街，我們有希望說未來可以怎麼樣帶動它的觀光，讓更多人來一起認識嗎？其實歷史這個東西呢，哈，就歷史建物這東西呢，只要一沒有的話，那種文化那就沒有了。如果再尋找它回來，那就會非常困難。當然的，在所謂的歷史文化跟所謂的經濟這部分的話，它一定有相對的一個相關那個衝突的地方嘛。那我們如何來運用我們的既有的一個歷史文化的相關這個資源呢，來再活化它？然後能夠讓它呢，也在創造一些我們經濟上的一些收益的話，那這是未嘗不可的。那我是覺得說，這條老街呢，是可以來做相關的一個規劃。所以局長你也認為天下路老街其實是蠻有看頭的。蠻有看頭的，只是說我是覺得它兩線道稍微寬了一點，因為老街我一直給我感覺老街街道要窄一點。窄一點人才有那個味道會出來，人情味這樣子，窄窄的。對對對，那個寬的話有點台灣話叫做未結期那種感覺出來，就是不能解釋。如果能夠看，其實以後如果那邊能夠做成老街的話，那個地面有重新鋪過的話，重新建設過的話，是當然可以把所有相關的街道稍微縮窄一點。局長還蠻贊成的哈。我是蠻贊成，可是老街成立老街以後，如果做起來的話，那對於周遭的交通呢，我們真的要好好的要來想一下了，因為它才100多公尺而已，不是很大。是。對啊，當然有可能會有比較深一點，可是相對的，如果它有很多遊客過來的話，相對的停車啊、交通這部分，我們再想一下。它也會帶來一些問題，對，也會造成這邊的負擔。對，可能會造成周遭居民他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啊。其實這個大家也要想一下，看要怎麼處理會比較好。OK， 謝謝局長哦。唔過呢，人家下哦，樣片當中沒看得到有一道好商人開始轉到亞路去杜峰誒，開始尋到亞片嘅新能量。人家下看到我阿正呢，我們剛剛看到你是回來這邊經營你的背包客民宿、背包客客棧哦，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我之前剛回來的時候，我也是發覺，有一些朋友環島說在西海岸這一帶幾乎沒有比較平價或者是這種背包客的空間，然後。基本上環島的人，我就背包客而言，真的就只要一個簡單的過夜空間，然後偶爾可以知道這邊旅遊的資訊，所以我希望有這個空間讓這些需求的人可以。他其實也不用住飯店那種，對不對？他只是要短暫的過夜。可能今天晚上6、7點到，隔天一早4、5點，他一天亮就可能會有些徒步環島，他們都4、5點就開始要走，所以才睡幾個小時，所以他們不需要去那種飯店啊、旅館那一種。可以感受很近的人跟人之間的距離，甚至可以文化的一些想法都可以互相來交流。對，因為我只要有客人來，我就會開始介紹說，以前我們天下路是清朝開始的啊，然後令朝的文化啊。你還會地方導覽哦？我盡我所能，然後偶爾有去翻一下那個苑裡志，我們有2本很厚的苑裡志。哦，先做功課，然後跟大家來介紹。希望，因為很久以前去外面念書的時候，介紹苑裡都說，通霄海水浴場南邊，然後大甲媽祖北邊，苑裡就是哪裡？
好像一个很尴尬。对，就是没办法教，所以嗯看慢慢的有没有机会让人家说，我们去院里老街或者是院里的一些地方去特别去那边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的方式这样子，对。OK， 谢谢阿正哦。打开院里的能见度，还有呢，其他的年轻朋友，你对院里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样的新想象？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就院里的来窟，就是三角的地方，它是因为有院里镇的农会去就是帮忙协助，所以盖了一个令草文化馆。那从而周边发展起，带动一些观光，甚至有返乡青年因此回去创业。那我觉得在瓦窟我们比较海线的这个区域，其实天下路老街它可以塑造一个，我觉得是可以青年跟耆老共同发展的一个可能。譬如说像刚刚的阿正，他的民宿跟咖啡店的经营，其实有一点新的活力跟契机，可以跟在地的，像天下路老街有很多比较传统的这种对，像店家茂喜行跟理发厅的阿伯，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共生共活的一个，我觉得不是一种观光化、消费性的老街，而是可以漫步，然后了解每一个产业它背后的人文，跟它之前在农村里所扮演的角色，是可以做扣连的。对，然后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有办法去叙说院里的故事，把它串起来，我觉得也会创造青年的更多的就业跟工作机会，可以参与这方面的文史工作。譬如说，可以自己来做导览，然后自己来解说在地的故事。是。那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就是院里人才非常的多，可是为什么青年在院里会没有发展？对，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那我觉得也不是年轻人很理想化，觉得说把老旧的东西保留，就好像是因为有乡愁。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我们温少年呢，爱熟悉讲前辈或者是让阿公阿祖，他是怎么样在这块土地打拼。对，因为其实很多在地的老伙啊，拢会讲，其实湾里以早非常非常老嘞，非常就像天下路以繁荣。前在清朝那时候是这么样繁荣，我们从很多的黑白相片真的也看得出来。可是现在好像觉得是两个世界了。对，所以我觉得看怎么样是可以在产官学各方的，我觉得当然也要有专家就是专家学者的介入，跟我觉得是地方的政府。我觉得今天很可惜，就是政工所的相关单位没有办法到场，就是一起来聆听我们村民乡亲的声音。那如果今天文化部的局长在这边可以做一个起头，如果我们今天天下路老街可以做一个典范或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带动院里去讨论这个公共事务、老街的活化，总比现在放着那些头家厝规个拢绑起啊，我觉得非常的可惜。那怎么样政府可以做一些资金的挹注，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跟平台，让在地各方的声音不要用对立的，就是到底发展有没有新的想象跟新的可能，这个需要一个民族讨论的过程。OK， 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到了很多人对天下路的这条老街，单纯是一条短短的老街，可是有很多的新的想象。我们也看到哦。刚才呢，大家提到说这里是有一个过去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些传统的茂喜行，还有其他的店家，甚至是理发店也都在这边。但是现在呢，开始有一些新的能量了，新的像咖啡馆、新的经营空间进来到这边，好像一条老街里面也可以看到出新旧的交替。像嚟建议看到，从一下路街呢，喺講天下路路街，老街發展，其實大家應該嚟上衝看下係乜嘅目標呢？像喺度看同時間哈，有時在人家嘅傳統嘅神法之間呢，嚟看呢個人老人之間樣嘅接觸，嚇樣嘅交流，可以看到當多事情。像喺度嘅我去睇到當多，咁啊睇到客到台灣嚟看，唔係嚟看文化，佢係嚟買東西嘅，當簡單，因為睇到個文化記下千年。嘅路哈，佢係用石頭去做出嚟路，行記下千年嘅路。係活落去嘅，呢就係路，喺活落去係嘛？政府要幫人嘛，一路讓快快咯。係啊，快快，睇下行過會跌到呢。對啊，所以呢，總個睇到有可能客佢來片刻，佢就冇看，佢就講東西買我就走。可是呢，跟一般呢，我哋家前面嘅乜嘅遊覽客佢來家，佢就慢慢的行，佢會想一條路行咗1到3年咧，行咗1到1000年咧，就有按樣嘅生意出來。所以呢，你了解講。下邊嘅路嘅天位係吸引，我講臨時嘅散客，佢喺臨時來買東西，買咗
给游览茶，还给游览茶小姐就讲，夹个哈一站又要买东西了。那对沙给文化只带走一个东西，什么？就是农特产品，是没有办法老沙给文化给带出去，还有问题哦。古早 TV 青春腰不？对 ，TV 党中央。警长，你跟他共斗哦，老街再造。其实呢，老街再造在天下路这边过去也曾经被讨论过。我们这边呢有一份，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苗栗县政府曾经针对苑里镇的天下路老街风貌营造，当时也讨论过。但是现在呢，10多年过去了，却是只闻楼梯响。安尼运动市差不多15年啊有啊啦。伫按道老朋友同其组盘，万里天下路风嘅传统铁条店，可以为办嘅司机嘅，行年50年分用嘅发展哦，还唔1间、2间、3间、4间，这个中兴路甲这番仔路要开辟的时阵，应用到这个前后这有15间，为着这个老街保存哦，阮希望讲这中兴路唔通开辟。当天人讲嘅反内路系青岛菜天儿弄4度风和基地嘅素菜，不过亚下落风嘅强拍沿正太路比法计划无踢咧。行路就是咱这老街，但是真可惜啦，冇叫常常去买毛病。如果说中兴路要开辟，那势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背面的这个地方，这些100多年以上的建筑都会被拆掉，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民国77年爱开中兴路来判证书，中山路到成功路亚街已经拆脱咧，另外一片兼太同路亚搭咧，现正影响到天下路路街巷现有嘅路嘅工厂停下来，地方空嘅人各种意见都有。我是希望美化，把这一条路不但是拓宽，而且把它美化。好，还有一个那个代表的象征。这条路目前来讲，并不是很迫切的需要，但是既然是已经是计划的道路，应该是蛮多民众所期待的。中兴路如果拓宽的话，可以直接从铁路以西的民众直接到菜市场，对民众来讲，他们到菜市场去采购是比较方便的一条路，而且这一条路是规划是苑里镇里面最宽的一条路。如果交通的带动发展，可以带动这样的整个的一个繁荣的话，是有开的必要。但是以我们这样的条件来讲，现在已经是趋于没落的，再加上南边有一个建国路，北边又有一个成功路，这2条路的距离呢，直线距离呢，差不多只有200多公尺，哦，那么短的距离，中间再开的一条中兴路，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多大的价值。万里镇公所是判选民费，有条梯主来表达意见，希望无爱开路，而来保护路街。韩公公是2拆迁补偿费，并唔系自家自愿嘅。我们当初所有的住户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领这一笔钱，所以导致于后来县政府又把这一笔钱，在70几年的时候又转存到新竹的地方法院。政公所讲，现正考虑到安全，部嘅基建落落壳壳嘅，希望划定爱拆拆嘅主人家刺通细照，开路计划议论来研究嘅，都见都还唔伫安用嚟做。大家咩谈嘅到大家其实对天下路鸦片有青岛嘅想象。老街再造在过去2004年的时候，曾经就来办过说明会，而且呢，里面的内容其实还蛮扎实的，就是像人行动线有什么样的规划想象，通通都有在这次的说明会当中，甚至包含天下路的老街景观要怎么样来把它整建起来。很多的想象都在当时被锁在2004年当时的说明会了。可是现在，或许天下路中兴路这条要拓宽的计划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它的相对位置其实就是我们在前面那边，你只要往中兴路那边看，中兴路在这边，那你因为这条路要把它拓宽，它就会必须要拆掉后面的天下路老街。这边有好几户的人家，我们从高一点的图来看好了。天下路在这边老街嘛。那中兴路现在前面这段，为了要拓宽，往后拓宽成13米的道路呢，但是它上面却会影响到这边天下路2旁的一些相关的民房都在这边。那这边它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所在，像刚才我们也听到，其实这边结市很久了，它从清朝年间就已经在这边非常活络，而这边的店家已经盖了这么久了。
可是现在呢，却面临了中心路要拓宽，有可能天下路的老街就会被一分为二。或许现在拓宽这条道路相关的计划有没有这样子的实际的必要呢？我们刚才透过 VCR 也看到有部分人的说法，或许现在这个案子呢，它呈现2极不同的讨论。在地的实际人，你有什么样的现场实际的感受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现在整个苑里镇最大的交通流量在哪里？在苗140县道上面。所以我们整个的苑里镇的重心发展朝着客庄里发展。老街这里呢，老街这里的交通流量已经没有过去30年前的必要了。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焦点拉回来，天下路、中心路这边延宕了30年的计划，有必要再重新再开这一条道路吗？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各级政府，包括我们苗栗县政府，包括我们苑里镇公所，必须要把它的交通流量的统计数字拿出来。端给院里的镇民来看，让镇民清楚的了解知道说，我们到底这条道路有没有行建的必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平常生活方面，这边有很多的车流量经过吗？它需要来开通这一条路吗？在你认为必要性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们在苑里老街这一带，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整个苑里热闹的重点往客庄里偏移，那这个地方变成了假日拥塞的地方。我们整个苑里镇需要的是停车场，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道路。我们整个苑里镇最迫切需要的是停车场。好，谢谢先生。这边呢房子已经这么久了，很多的房龄都已经超过70、80年了，所以呢，它的建筑嘅情形可能係落落扣扣，建来建唔好嘅。还有呢，其他嘅像亲友乜嘅看法咯？这个老街吼，我希望讲，因为南北边。因为大家拢伫咧往南移较老热，北边遮就拢较无遐尼伫咧没落去。我若讲起来讲，咱若会当平衡伊个一个街咱这湾里街若会平衡讲南北会当平衡互伊安尼有一个发展。所以讲我希望讲，这个老街就是讲要互迄人潮会当过来。所以讲我就是比较地，我讲。希望讲有关单位来甲伊做这个规划安尼所以讲我真希望讲，看会当头先咧讲林先生讲咧讲苗栗县专是重山地，无重海边地安尼我希望讲看会当拄好关议员嘛有来伫即个现场，我嘛希望讲伊多多甲咱提议讲，咱这海线较多建设一个啊。好，谢谢阿良塞哦。我们来看到这件案子拖了将近30年的都市计划了。中心路开辟案，它其实在民国77年的时候已经办理征收。中心路本来是这一条，它后面呢要把它拓宽延伸，所以它就会延伸到往后面来，影响到天下路，还有后面的大同路这边。我们今天也有其他的乡亲也来到现场，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声吗？像你住的位置是在后方的地方，对，大同路是，就是中心路开辟之后的最后一间房子，就是我现在住，因为它也将近100多年了。我那个家比较复合式的，因为有一面墙是头嘎厝，是真的是头嘎，然后上面是红砖瓦这样，对，它是比较复合式的这样。那现在这个案子它可能后面的部分还没有完成开辟，150乘以13公尺这个地方，这是镇公所提给我们的数据相关的地方还没有完成开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应该要这么说啦，就是说，毕竟自己的房子，然后当然是不希望拆，而且它又是这么有历史的一个房子存在。那我们个人是觉得它是很有一个历史价值的，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它被拆除掉。好，谢谢。我们从时间轴来看中心路的新辟工程77年办理征收，然后苗栗县政府在民国89年的时候通知大家要去领补偿费，可是呢92年我们陆陆续续有民众把补偿费缴回来，然后呢进行到最近有关这个案子的新的发展，大概是93年，距离现在也已经10多年了。镇公所提的都市计划当中第4次的通盘检讨里面就有相关的一些陈情，然后有相关的镇公所的回应，我们这边也有掌握到这一份的第4次通盘检讨当中呢，拟定机关当然就是
苑里镇公所。那我们今天呢有邀请镇公所这边来担任我们的就是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呢镇公所回应他的是补课出席。那我们这边呢没有关系，我们也透过很多人。今天大家一起讨论哦，来看看，我们就来看到第4次的通盘检讨好了。当时有陈情人针对这件中心路开辟的案子呢，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陈情理由，还有建议事项。所以当时在这一份文件当中，就有一些提出相关的审查意见，希望说。镇公所可以在跟当地的住民沟通协商之后，所有被征收户都同意缴回这个征收的补偿费，还要呢继续来评估相关的影响，请县府再来说明因应的对策。我们这边呢看到，除了这个通盘检讨书的实际内容以外，其实它的这个道路里面就有说到，这个本次的检讨是依照原计划的交通系统，大家的评估是觉得是合理的，所以呢。假如除了配合实际需求，它需要去变更以外，其他都要去维持原本的计划。这是第4次的通盘检讨。但是呢，其实在这当中，在这个通盘检讨之前，已经有许多人把这个拆迁补偿费之前领过的，把它领回去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是苗栗县政府在苗栗县政府在之前的时候有发这个补偿费的通知，要求大家要去领钱，但是后来居民又把它缴回去了，所以大家把它缴回一个专户。我们今天呢来请教现场的居民哦，其实刚刚大家有讲到，其实大家不愿意去领这笔补偿费，当时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吗？刚才也提到了这一条老街，如果说这个中兴路开辟的话，势必会拆到房子。而有一些很重要的房子，都是在这一条中兴路的被拆的这个计划路上，所以可能我们邱局长那边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因为很多如果你这些个房子被拆掉之后，就没有再开发天下路老街的一个价值的必要性了。刚才提到的说，我们台湾从南到北都在封老街，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了。这是全球性的一个趋势啊！大家为什么会想要封老街？复古当然是一个因素。对，第二个呢，因为现在大家在经济物质能力上都已经比较不予匮乏，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要看看以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能够保留的，我们当然应该再尽量来保留哦。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是说完全的保留，在保留之余，有一些可以创新的部分可以带动人潮。假设苑里的天下路没有了这一些个老街的话，用什么能够来当成一个吸引力，当成一个亮点，吸引这些人潮过来呢？好，这是我的想法。谢谢校长哦。那我们这边请教议员哦，因为呢，根据中央呢内政部营建署的说法，其实通盘检讨呢，它必须2年到5年就要针对这个都市计划来做一次通盘检讨。可是我们也看到了，最后一次的第4次通盘检讨，其实是在93年，也就是在13年前，中间又有经过什么样的讨论呢？议员，请问这个案子哦，现在已经权责单位已经来到地方了，当然地方包含县政府还有镇公所，我们县府。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色再来督促县政府呢？这个或者说这个案子它真的有必要吗？在要维护古迹跟要开辟道路，要如何赢得双赢？这个我想是我们目前不管是镇公所还是县政府要积极去跟地方沟通协调的地方哈，而不是说你一旦好，今天让你老街成型了，有了老街之后，如果第一我们不维护它。又不经营，等于荒废它也没有用。而且，如果你单一的一个老街，你都没有整个配套的行程，结合我们的社区，反过来，国内的旅游团一日游或甚至一些大陆客会进来吗？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地方。或许没有准备好的话，到时候很多人来了，就像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也没有办法因应，没有办法负担。对，所以我现在要一再强调的就是说，苑里天下老街这个老街。到底的存废，不是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说吵吵就可以把它结束掉的，而是应该是我们的地方政府真的跟我们的公所哦，所以今天公所没有来，真的很可惜哈。应该要好好的跟地方上的居民，我想民主机制就是充分的沟通跟协调。谢谢议员，面对它不要逃避它。针对这件延宕了快要30年的都市计划呢？
院里镇公所也说，其实这件案子一直都没有拓宽，也曾经被审计室来纠正，甚至呢，监察院也要求必须要依法执行。公所表示会依法来行事，但是呢，是不是应该再度跟民间再讨论一下呢？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想出一个真正好的办法，还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广告之后一起来讨论。现在呢，这件都市计划形成了地方的拉锯战，不同的声音。有人希望说拓宽之后好像会带来便利，但实际或许大家的想法各有看法。先生请問哦，也嘅真實講態度，留佢比法高好，咁真見會為地方帶來行卡呢篇，還有呢經濟行卡好呢？因為路街喺省法來講係屬於慢步調的，好，省法慢慢的優活。唔是按腳啦，唔是按腳啊，也做唔係講拼命，也做乜嘅？係，啊是乜講？多一片來嘅行嘅遊客，也係人民眾也就嚟講啦，當資源當輕鬆。天天嚟行，天天行都好呀，也咩都見嘅東西，所以咧，希望講多一片來行嘅遊覽客嗬，當資源。所以呢，我知道講，當你啊個查拓寬以後呢，就會要做乜呢？路邊停車格還是一樣又變縮小，路面還是又變加細啦。嘅按用出冇比法嘅。我要嘅真實嘅目標呀。是啊，當然路順後方嘅停車格，你路面又還是減少啊，因為你本來要嘅遊覽客停車房嘅停車場，我做主意嘅設施冇裝好嘅話，遊客佢講，佢停到一片來，警察又要開單發單，咁你做嘛嘅警察叫我發覺本來停咯，一停到人路面本來兩線道，四線道開到又成咗兩線道。我說一係睇架係講我潛真件嘅發展，我去先上看啊，睇架我嚟。南北開亞嘅指引冇，開亞嘅南北嘅效果冇。所以啊，就講人家講咩？做東西嗬，要先前因後果要先想清楚啦。做東西落去冇嘢拆睇，叫唔轉來。所以當然講，人家就要進步，要產業，要經濟，做開態路，也唔係都市呢。也係人家上下所在，啲個地方嗬。所以講冇一天要做大面積的那個破壞。來做建設之前，哈，聽要想好的清楚，是否聽要做大太改變，所以希望他家嚟想清楚，來講。他家嚟想清楚啊，還有唱高高書啊，喺講真件哦，一下係唔係先來見到讀到案嚟嘅問題，認真大家愛情講成法行卡繁榮，應該成法行卡提升，品質行卡提升，一下出嚟，然後 Q 嘅東西，然後佢擦槍睇。Q 嘅東西係代表你成法啲度。最好，所以就感情流到嘅位所嘅最好嘅建築物啦嚇，是 Q 嘅是路屋。迄講你冇路屋啊，路頭擺人啊，路人家嘅成法你講唔得清楚，所以你根本唔知頭擺人有咩成法。先生愛啲看相片，好嘛？相片嚇，老人身體行入去完全冇空檔哦。你下科技嘅發展嚇，唔係單單看相片，為到你。虛擬實境啊，冇是擴增實境啊。你要去到個經驗嘅現場，乜嘅目的？所以講要去到現場。你啊萬里啊，你啊落街路啊，實際上啊，來到呢位是等於講嚇，來到你台灣最好嘅心情最溫暖嘅位所。你係等於講冇比你還要好誒。你都會看到北埔當到落街路，都會變到台嘅變形誒，落街路變形咯。唔過佢嘅感情啊，咩實體咧？因為佢裝修時節冇注意到頭擺乜講時，我好愛留下來，但唔知。古路上會變做嗰種路嘅耐出油，耐出冇鐵色。而迄種空裝嘅圖來做，空裝嘅計劃圖來做時，結果完全都空裝。咁你唔係呢？你搭建屋啊，請嘅師傅都冇空裝，啊，個壁做嘅冇空裝，窗門做嘅冇空裝，個門牆做都冇空裝。亞裝係假設啦。咁係大家人嘅想法咧選啊。應該嘅成法經驗是都該不一樣。OK， 局長哦，這是不是越來越多這樣子的案例？我們為了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可能跟新舊空間會有這樣子的衝突，這樣子的一個衝擊在哦。假如說這樣子一直下去的話，我們會造成一些地方可能說未來的一些比較阻撓的地方嗎？其實跟各位鄉親報告了，就是說在文化的歷史方面的保存呢，跟所謂的經濟發展上，本來在先前就有一些衝突的存在。那一般來講呢，大家都認為說交通的發展呢，是造成地方
繁荣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呢，交通发展以后呢，你如果没有相关的一个内容的来个资助的话，也是很空泛的，这是很空泛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呢，在如何在取得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呢，大家是要坐下来做沟通来想的。其实呢，就以我观点来讲，就是一个文化古迹的一个保存下来的话，如果在活化如何再活化再利用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像刚才议员讲的，没有非常良好一个维护管理跟营运的机制的话，那这个花费下去的一些精力，我们可能就会白费掉了，那可能就会变成再被乡亲所诟病的。OK， 谢谢局长，是不是大家应该要再来想想看呢？泰鲁比法过後，真實敢會帶來地方行卡呢篇，行敢會大同經濟任督二脈呢？來看到團結力量台，來看到苑裡的這個山腳社區，有一群人非常的努力，他們非常的團結，希望能夠找到當地的產業亮點，再造當地的生機。感觉做一种的传统的事情，回忆一下哈，当好过年安尼。退休過後，慈太子結天愛潛轉讓媽媽嘅好孫兒，老爺頭變鹹醋嘅工藝時，你更加考來考去，用心變出萬里風情。要今後嘅手才係啲，也種嘅醋吼，本身都係清涼，佢都有稀罕了。看我媽媽也就做對個做醋車安尼，一涼醋車太涼吼，也蛤蟆強個油，不過也個價錢吼，就是不是可以同日而已啦。以前佢個量動態，做都較粗啦，較粗，也做個較油。我咧做這面具啦，佮做2000包。唔但搶真冇嘅，也按當年來變鹹醋嘅功夫再個提升，製出來嘅東西都接近實法。我们的产品有以两端来做发展啦，一部分就是以大家看得到的部分，我们可以使用到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就以文创性来做它的元素。另外一部分呢，主要参加国际性的展览、比赛、公益性的比赛。去年呢，我们跟设计师合作，帮舒淇做了一套礼服，让她穿出来做公益的摄影展，这部分也是引起很大的回响。唔是上個幕，作為每一個出網結派條嘅sản婦，也按當年來變鹹醋嘅產業，獨獨嘅向工業來研究發展，唔過啥物獨到嘅東南鐵條嘅問題。其實現在在種藺草的農民也很少，因為整個收割加工的過程已經成為一個斷層。但是在近幾年來，社區有做推廣之後，包括說做的人、販賣的人，包括前端加工種植的人越來越多，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把整個產業鏈做一個穩固的提升。我們這種產業會編的師傅呢越來越少，年輕人呢，因為要編織這個產業呢比較辛苦，年輕人呢比較不願意投入這個工作。我們非常重視它的創新，所以我們現在產品非常精緻又非常多元。也按當年來加到10萬，希望也按正規嘅數字，會將鹹醋嘅米使用嘅永久去暗香。因为中心路的相关道路拓宽计划，或许让大家再次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因为这个天下路它会被影响到，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发展成老街。或许今天听下来大家是非常有共识的，但这个呢，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实际应该要来想想看，假如真的当地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更强而有力的产业呢？万里亚嘅素材有就係嚟一個鹹醋一定出名，因為看到啊，其實呢一個鹹醋嘅老幾開始變哦，變到一個清講嘅作品，其實係經過青豆嘅功夫。我們看到呢，它必須要插草，它必須要種植、割、曬、掠、吸、編，所以呢，最後編出來一張一張的藺草席，一頂一頂的帽子。我們剛才呢也聽到了，其實這個藺草啊，過去這項產業它是非常風光的。當時差不多在民國25年的時候，它的外銷量僅次於米跟糖。一年出口藺草帽有多少呢？大概是有1600萬頂這麼多。那現在呢？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說大家很想要富裕這個東西、這個產業，可是它現在面臨的狀況其實是非常的嚴峻。我們來看到近5年的這個當地藺草的這個種植的狀況好了，這個是農業課提供給我們的資料哦。近5年從101年開
始，一直到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其实种植的面积，蔺草种植面积是越来越少了，甚至到了今年不到1公顷，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峻啊。那它的产量呢，或许都在3000多公斤这边，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知道最近有一群年轻人越来越希望说，刚才大家听到嘛，大家想要回乡，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发展的重心。最近呢，有一群年轻人他开始在做富裕蔺草这样的工作，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有一个比较急迫的情况，就是像刚刚讲的，现在种植面积很少。跟我们合作的妇女也说，现在要买的就是买草越来越贵。对，那因为想要因应这个情况，我们也担心可能接下来院里的蔺草种植可能真的快要绝迹，所以我们有想要用就是跟小农合作的方式富裕蔺草。所以正在推富裕。对，我们大概从今年2月开始，就是去找一些想要去找到院里的哪边还有还有哪边还有蔺草的草苗出来种。对，可是找了3、4家，就是反正中间很多波折，然后我们拿到蔺草种之后，又有就是大概今年6月中收割，可是我们现在因为都是一些年轻人投注，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个下田的经验。你有去加入收割吗？你有加入哪一个环节？就是我有去加入插草。这个。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后面收割晒之后，收割的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不熟悉，还割到手破皮。对，然后还被农民笑，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的目标也没有说要到希望可以让就是产量多大，就是因为现在慢慢的做。对，然后也希望就是有做到保种的作用，就是它毕竟不会消失，就是我们一直有在种这样。谢谢你。那这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欢迎跟我们分享。院里这个地方，其实像是今天在场也很多，像校长和老师在场，应该都会知道说，我们院里的教育其实是因为有当地的经济发展是靠蔺草去支撑起来的，所以苗栗县最早的国小就在院里，然后所以这群人是被蔺草所养大的人。那也因为我们很多的长辈他们学蔺草编织，所以这些记忆是流传在身体的，然后也是累积在这个天下路老街，还有甚至整个旧城区这一带的。那这个东西是存在在我们院里这个地方，只是没有机会去发展出来。然后我觉得也是说，今天有机会，像是文化局长也在这里，有办法认识到说，其实天下路老街它的重要性，就是说蔺草它是关乎蔺草的传承的，不只是老街的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其实老街的没落正是蔺草的没落。包括它的时间点上也是非常的叠合的，因为在30年前老街开始没落的时候，也正是蔺草编织的产业没落的时候，塑胶进来了，然后呢，很多妇女她们已经因为农村人口外移，然后年轻的妇女也到了城市去工作了，没有人留在家乡了，才会整个没落。对，然后我们觉得，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年轻人怎么留在家乡去传承这个东西？第二个，我觉得也真的是很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合作，应该让老街这个地方跟蔺草的产业做一个结合在一起。对，然后甚至能够扩及整个在台一线跟火车站还有天下路老街这个整个城区的发展，然后里面它可能有很多的文化，比如说像郭志远的故居啊，像是有一些郭牙医诊所啊等等的院里的历史建物，把它整个整合起来，那我觉得产业就有办法重新再起，那也有办法让青年留乡去传承这个记忆。对，谢谢。谢谢你。告诉迄讲呀，整件按重要，唔过其独到嘅问题按度嘅时节，太搞勇敢散咯。蔺草或者咸草安尼专业，还有机会到安尼万里上，安尼做个行下去冇？迄无办法到你才会做行下去时，等于讲。未来哈，你也会所谓文化体制要走下去咧。所以我因为讲，甲安尼按度介好上个介万里的人，有着迄回乡啦，有着迄可能迄派位过来的人哈，来认真想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同好诶。第一件事情要想到讲哈，头摆你个蔺草这路头摆原住民时代，你讲平埔族可能做签沙嘛哈，但是就到你位到港中诶哦，你做个去想啊，其实伊做诶方式个偏草车个方式啦，老厉害个呢，太牙错个呢，用除马啊，伊偏草车方式差唔多呢。咩恐龙种粘当体个呢？个材料，人讲安喏，原物料啊，原物料啊，迄条伊变出来，变到各种个生活用品，你不得了个事情。去到全球，乜个为所旅行啊？最常看的说，你看事情讲，用地方个原体个原物料。
去显示出伊个生发那个物个东西。你迄最好最好诶。形状亚章迄原汁原味，你迄最好诶啥去去人做，你人看到后生人都要做，恭喜啦！好，无听错哦，看到按到后生人对呀按用心按善忘地做哦，还有呢，其实菜迄拄到的青苔嘅问题，咁有可能寻到一个转变的机会呢，先生。以啲政府嚟講嚟話，嗬，希望台灣嘅產業發展、社企嘅發展、農產品嘅發展、觀光嘅發展、業務嘅發展、生態嘅發展，要夾強下。夾強下以後呢，台灣真有競爭力啊！台灣嘅後生人，像當到嘅嘛，像最近咧當到去比賽嘛，要得獎啊！所以呢，後生人，將有後生人有其他想法，佢可以把佢傳統嘅工藝，然後現代東西結合，你像給了練草，給他做個手機套，這個也是很不錯的。各位，有個工藝嘅加工像陳教授講我們可以把一些的新的元素、在地元素嘛搞到了，甚至做練草跟月桃葉的結合，也異材質的結合，對，異材質有一個新的生命力。對，新生命。那麼練草呢，它可能是在局部的一個鋪粉當中央，那只是一個象徵線，那其他就可以用其他的異材質嘛對，代替，那跟兩個練草又可以結合走下去，這也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哦。OK， 某聽從令草黑大家想到院裡第一個會想到，但同時呢，它面臨的很多的問題、很多的挑戰，我們也要去發現它。但是呢，是不是像剛才老師說到，我們在找的其他的一個發展的亮點，比方說火焰山下呢，大家都知道院裡這邊是苗栗被譽為是米倉的地方，我們從它104年的種植面積就真的可以看出來，水稻它真的是種植面積非常的多，遙遙領先。它能不能成為我們這邊在地發展的其他一個亮點呢？歡迎鄉親提出你的看法。我也針對一個住在這裡的居民的一個心聲，一種傷感。那剛剛有問到說，對我們居民有沒有什麼影響？那影響可多了，是造成我們心理上的一個隨時心閒在那邊。第一個，有家不能住，我們必須要被迫遷移其他的地方，不能居住在原來是一個方便進出的地方。第二個呢，我看到樓房子老舊了，漏水了，我幫不上忙我去修了，或許他哪一天又把我收回去了。你也是在這一次的拓寬基調，對，就是在這一條路上。那我眼看着它倒下去，那是一種感傷也是一種惋惜。所以我說，政府擱置的這30幾年，對我們百姓是造成了一種的壓力，一種的煩惱，一種的不捨。真的是一個這麼好的地方，讓它變成了這個樣子，荒廢了，拆掉了。變成了停車場，它哪是停車場的地方？它是我們原來居住的房子，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怎麼可以變成停車場呢？對不對？你說我們的這麼好的地方，我們大家一起來，我們也呼籲我們的年輕人回鄉來創造你的新機會。謝謝大家，謝謝。好，有沒有其他的新能量，你也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呢？那剛剛說到的很多，我們知道練草部分很多只知道說我們只會視為了，已經慢慢的沒有老一輩的，我母親也是會編練草的，但是如果以現在的工還是編一個練草，只是一個手機套啊，一個什麼平板電腦的一個袋子，倒不如像我可能會依我的需求幫他們請我父母做一個我身邊常用的一個小事物。然後在我工作的時候分享給我周邊的人，他們看到其實這樣都比你交給一般的所謂的練草博物館啊，還是一般的商家的經濟價值還要高。其實很多文創的東西不是說沒有它的市場，我們如何用品牌包裝的東西結合設計師，剛剛你也聽到了，幫舒淇做了一套用練草編織的衣服。其實我很多朋友，練草的元素只要佔其中的可能三成的部分，而整個設計感有了精品的家具，其實沒有很多的元素跟練草是有關係的。好，謝謝這位先生哦。我們也看到大家對於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想象，雖然說練草這樣產業或許是
逐渐式微了。不过呢，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个传统帽席行的老板，他今天也有来到这边，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早期我做这个行业是我回来大概应该是接3年，我算是第3代了。那早期的爷爷跟父亲的话，他们是在5、6年代的时候，他做这个行业几乎每天的话，大概都要做到11、2点，因为产量非常大。那仅次于出口的话，就是米、糖，然后再过来帽子。帽子是占大概1年出口的话1600万顶。那居多都是以外销日本会居多。好，我们节目进行到鸦片哦，还有其他的详情，想要来发表你的意见冇？市民可以访问大家。那我有一个好的想法跟建议，就是我觉得除了天下路老街它既有的文化产业跟它的建筑物的历史风貌，我觉得要做基本的调查，跟现在他们住民遇到的老旧房屋毁坏这个修葺的相关的，我觉得如果它在规划上有机会变成一个老街，应该是有相关的资源挹注，或者是做一个平台的沟通。那如果从天下路老街扩及到，我觉得可以去谈院里的旧城区的一个区域的规划。譬如说，其实就在围公路，就是我们院里日治时期就有的菜市场，还有围公路的郭资院，我们的院里的音乐家他的故居，或是现在延伸到这里，也就是院里国小旁边的慈和宫，甚至是黄昏市场附近的一些友善商家的串联。像其实那些商家今天都有来，只是都在旁边听。像一些院里好咖，也是返乡的青年回来开咖啡店，还有一些非机改的好豆子豆坊，他们用返乡青年回来去经营非机改的豆花店，甚至是说有辞掉台积电这样子的工作，回来承接第2代的凉面店，那把那个日治的风貌的建筑做了一个装修。其实我觉得把在地的商家做串联，然后从天下路延伸到围公路或是附近的区域，然后返乡青年的串联，我觉得非常有机会去推动院里的文化再造跟发展。OK， 谢谢你。还有其他的吗？我觉得咱湾里人必须要有一个觉悟，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子，尽我们一点点力气，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先祖留下来给我们的土地，我们从事农作，我们保护这块土壤，我们让院里老街将所有院里证明双手劳动的成果拿到这个地方来，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解我们的生活态度，了解我们的地方特色。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附和别人的要求，我们让别人来欣赏我们的生活哲学。我相信这才是长久人家愿意来体会，而不是观光夜市。如果我们发展成观光夜市，发展成跟其他地方一样样貌的夜市的话 ，OK， 那人家去别的地方就好，何必来院里呢？好，谢谢。好。今天大家做了那么多讨论哦，乡下来深出湾里嘅味蕾会係乜嘅用嘅，唔好變做大家都變做強用嘅。還有呢，今邊按到嘅後生人提出你嘅看法噃，前面呢係一個小嘅部分，像局長，我們今天聽了這麼多年輕朋友，還有這麼多在地人，大家對於院里，或者說對於天下路，對於老街，對於這個產業未來的發展，是不是大家很有一個新的想法？那您的，我们未来会把它这些，刚刚看你做了非常多的笔记哦，相信你会把它带回去县政府一起来作为未来的参考。我先回应这位乡民的一个讲话，其实他讲话我真的非常同意，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老街或夜市，台湾的老街夜市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如果我们院里的天下路未来可以成为老街的话，那我希望它有它的特色能够出来，不然的话，短短的100公尺又在院里那么远，我觉得不管在交通上，或者是说在规模上，是比不上其他老街或其他的夜市。那这一点的话，我也是跟院民这边乡亲呢，能够多多的拜托哦，就是说以后如果真的这条天下路能够变成老街的话，那后续呢，我们相关的一个那个经营啊。一些维护等等，都要大家一起要把心力放进去，不要说人家卖臭豆好卖，或者卖臭豆腐，猪血糕我卖猪血糕，
希望老街能够保留下来，因为好不容易才在苗栗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老的东西留在这一边。那我觉得说，那在各位乡亲这么热情，还有这么有见解的情况下，我想这条老街一定会经营得很好。那如果老街能够保留下来的话，后续的维护管理跟经营，这方面呢，也需要大家的一起来用心的来经营才可以，不然的话，那个是会维持不久的。那这一点呢，也请各位来多多帮忙。好。不仅站在文化观光的角度甚至还要站在这个产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或许今天大家提出非常多对苑里这边的想象，还有呢，或许说在这个苑里的蔺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亮点。可是呢，过去像也有办一些相关的文艺季活动不过呢，文艺季活动希望能够再现风华。不过文艺季结束之后，这个风华也就单一天而已啦，我们不希望这样子，或许是它必须要持久下去，而且呢，产业是不是可以有找到其他更多的亮点一起发展，搭配规个产业向下来走呢？今晡日呢，作为暗道的讨论，南北大家要向下来关注一个议题，希望叶片会行较好。今晡全面台飞秋到叶片，感谢大家收看。